以下是2025年4月5日的最新環球股市市況綜合分析。1. 美股暴跌創紀錄，科技股重挫美股表現，美股連續兩日暴跌，道瓊斯指數兩日累計下跌超過3000點，創歷史最大兩日跌幅，收報38,314.86點，單日跌 5.50%， 標普500指數跌 5.97%， 納斯達克指數跌 5.82%， 後者較歷史高位累跌逾 22%， 進入技術性熊市。兩日內美股總市值蒸發逾6萬億美元，為史上最嚴重跌市。科技股災，蘋果 AAPL 兩日累跌逾 16%， 市值失守3萬億美元。特斯拉、TSLA、英偉達、NVDA 等科技七巨頭全線下挫，單日市值合計蒸發逾8400億美元。觸發因素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多國進口商品加徵對等關稅，如中國 54%、越南 46%， 引發全球貿易戰升級擔憂。中國隨即反制，對所有美國商品加徵 34% 關稅，並將多家美企列入出口管制名單。摩根大通將美國經濟衰退機率上調至 60%， 警告關稅政策可能引發全球衰退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稱關稅可能長期推高通脹，暫不考慮降息，加劇市場對滯脹的恐慌。2. 歐洲股市全線跟跌，避險情緒升溫歐洲市場，歐洲斯托克50指數跌 3.47%， 法國 CAC 40指數跌 3.26%， 德國 DAX 指數跌 2.73%， 英國富時100指數跌 1.52%。對中國出口依賴較高的企業，如波音、Caterpillar 股價重挫，反映貿易戰對實體經濟的衝擊。避險資產動向，美債收益率暴跌，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破 4%， 2年期收益率降至 3.717%， 顯示資金湧入債市避險。日元對美元升至 145.20 日元，創6個月新高，金價一度跌至 3016 美元後反彈。3. 亞洲市場受波及，新興市場壓力加劇亞太股市，日本日經225指數單周累跌 10%， 收報 33,780 點，韓國綜合指數跌 0.9%， 澳洲 ASX 200指數跌 2.4%。越南股市受關稅衝擊最重，單周跌 10%。中國、香港及台灣因清明節休市，暫避開市壓力，但市場預期復市後可能補跌。商品市場，油價暴跌，布蘭特期油跌至 65.58 美元，創4年新低，紐約期油跌 7.4% 至 61.99 美元，反映全球需求衰退預期。4. 市場展望與風險焦點政策風險，聯儲局陷入兩難，關稅推高通脹，但經濟衰退風險可能迫使提前降息。市場預期年內降息幅度擴大至84個基點，6月降息概率升至 80.7%。地緣政治不確定性，中美貿易戰升級，加上美國大選年政策波動，可能延長市場震盪期。投資策略調整，分析師建議減持估值過高的科技股，轉向防禦性資產，如公用事業、必需消費品或現金流穩定的高收益債券。部分機構下調標普500目標價，皇家加拿大銀行將年內預測從6600點下調至5550點。總結當前市場主導因素為貿易戰引發的衰退交易與滯脹擔憂，投資者需密切關注政策動向及企業財報指引。短期內波動性或維持高位，建議分散風險並關注避險資產配置。